用形色 APP 啊，要来辨识植物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植物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植物？为什么长得这么茂盛？又不是番薯叶，用形色 APP 软体程式来来照相辨识。菩提树，呵呵，不对呀，这不是菩提树啦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菩提树。都不是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看不出来，有可能是这个草字头的线呢。我觉得就不是就对了。